高雄的凤山又搁停电了，这届是伫个福城里，有袂少的民众是困到热甲精神。这已经是高雄这个月以来第4届来停电了，其中3届伫个凤山，另外1届伫个南马坑。虽然每一届台电拢有无同的解说，但是常常停电这是事实。桃园市长陈其迈嘛讲，台电真正是真落差。另外，这个公司因为起济温，甲水管挖破去。 突然间来宣布，这个北高雄5个区要来停水，这阁是停电，阁是停水，民众真压哀。车路两边的民家厝拢乌麻麻，敢若剩枪电阁有咧运作。昨暗时凤山阁停电啊！停多久？1个钟头啊！系啊，让我出来走出来外口。你做离谱！凤山的民众真无奈，因为这个月已经停电3摆，分别是9月初1和11号。国泰路附近路顶无电火，台电表示是因为电容器故障，一个开关要控制伤济路顶，只要故障就会规排停电。有议员都认为，我要请台电，是不是针对这些比较老旧的一些装置，比较早期所设置的装置，赶快去做通盘的检讨。另外，9月27号，南马溪车路未少民众因为停电风热车，全部到车路等电，车路勉强会使靠乌多摆的电火来照光。不过一停都是2点钟，有4096户受影响。一个月以来，高雄就发生4件停电的案件，连市长陈其迈嘛看袂落。台电是有点落差的，这样下去真的是不行哦。这里那种这个老旧的线路就应该要加紧汰换哦。今仔日嘛，因为进前在文公山延伸线施工，甲公路污破，北高雄5区实施停水到10月初1透早7点。只是这个月以来，唔是停电，就是停水，造成高雄市民真侪不便。大家敢若唔望10月开始会使卖个停水和停电。